后来要请高雄的乡亲赶紧新水起来放，因为自来水公司要换水管的零件，所以为21号深夜11点开始，高雄有13个行政区要来停水，要停55点钟，有48.7万户受到影响。有店家听到消息真紧张，讲停55点钟实在伤久了，安尼是要安怎做生意才好？ 水龙头拍开，赶紧洗碗盘，这是餐厅日常。要不说来，头家都爱欠水备钱啊，因为要停水啊。做生意的人当然一定要用水，不然就不方便啦。哎呀，有很多要清清洗洗的啊，一定不方便啦。我们存水还是要干嘛都不方便，就是会影响我们生意。要停这么久不方便。乡亲真正烦恼咧等。 自来水公司伫15有公告，讲要进行高雄原水供线的工程，为日也是拜五半暝11点开始要停水，拍算要到24拜早起6点才恢复送水，前后爱55点钟。全区停水范围包括阿莲桥仔头等等有5区，部分停水包括凤山、左营等等8行政区，估计只有48万7千户会去受到影响。 2天就要去准备那个大的水桶，那种大的至少要5个到10个吧。手机什么都有，对。看网络较知影。都有。因为要换供线停水，嘛是要接受。有的头家讲，要去买大卡水桶啊，生活百岁嘛明显感受到最近这款大卡水桶啊卖了真好。是比较多客人会来买水桶。 乡亲除了讲家己欠水以外，有里长嘛已经申请2个临时的加水站，水公司只能提供1个加水站加1台水车，可以烦恼讲里面未当及时来取水。目前市政府已经甲水公司反映民众的需要嘛，提醒民众爱提早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